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有网友伫社群平台抛出着一段影片，是高雄茶山有一只台湾山狗，刚偷啉挂伫机车的一杯手摇饮料，是啉到规个头拢伸入去饮料杯内底。啊，山狗发现有人咧甲录影，竟然是回头要共入，互录影片的网友是活要惊死。专家讲，若到茶山，毋若食物，也阁有塑胶包装的物件，嘛上好莫出现，才袂引发到高电来烧伤。这只高山啊，徛伫奥达麦卡达邦，饮料是某的一直数，网友随将画面翕落去，这只高山啊，红叶包佮见小灯收起，越头共肉，网友是惊一个做干那杯。这段伫社群平台打出来画面，都发生伫高雄的茶山。兄弟啊，我的肉粽啊，你安尼客伊？伫登山步道，或者是山脚店家，甚至走来到车路，登山客甲当地居民对高山啊抢食食，或者是偷摕物件这行为，早就已经惯习惯起。塑胶袋的话，我就会讲。我整个规客啊，同我甲杀咧走。像咱安尼咧食，伊就为后壁甲伊抢，你唔知影？莫走，好大莫走。为了赶高山啊，大家步速前进，也有人用手机对机车龙头直直插伫机车座椅，但是要预防高山啊超车伤。专家讲，若食食这款物件，上好也莫扎起来山顶。一些东西包装太过于美观，像有卫生棉啊、卫生纸啊、湿纸巾这些包装很漂亮的。有塑胶袋包装的，他们也都会想要去拿。那尽量把这些东西收好，不要外漏。食食上好拢卖起出来，卡网排伫头前。那真正当着高山啊，甲你抢物件，上好卖甲伊硬抢，较袂防攻击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